今日梁思齊陪大家睇天氣。一道低壓槽今日為廣東沿岸帶嚟驟雨同雷暴，本港大致多雲。朝早沙田錄得超過10毫米嘅雨量。朝早各區嘅最低氣溫係介乎25至到28度，下晝回升至27至32度，吹和緩南至西南風，離岸及高地風勢清勁。預料低壓槽週末期間喺南海北部徘徊，本港天氣仍然唔穩定，間中有驟雨同雷暴。轉睇下，截至下晝5點，天文台錄得嘅氣溫係介乎27至到29.2度，而家嘅氣溫係27度，相對濕度87%。跟住交俾天氣家族幫你預測下聽日天氣。哇！預測大致多雲，間中有驟雨同狂風雷暴，部分地區雨勢頗大。聽日氣溫係介乎25至到28度。展望星期六間中有驟雨，初時部分地區雨勢頗大，風勢增強。星期日同一風勢較大。記睇埋世界其他城市嘅天氣預測。廣州有雨，澳門、深圳雷暴，廈門有雨，台北有雨。上海多雲，杭州有雨，南京多雲，武漢有雨，天津、北京多雲，瀋陽天晴，首爾天晴，大阪明朗，東京多雲，曼谷雷暴，吉隆坡明朗，新加坡雷暴，雅加達多雲，胡志明市雷暴，馬尼拉雷暴。墨爾本天晴，悉尼驟雨，布里斯班驟雨，奧克蘭天晴，溫哥華雷暴，三藩市天晴，洛杉磯天晴，紐約驟雨，多倫多天晴，羅馬有雨，蘇黎世有雨，巴黎雷暴，法蘭克福驟雨，倫敦多雲，阿姆斯特丹驟雨。天氣先講到呢度啦，拜拜。